观众朋友，大家早早，欢迎您收看6月17台记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除了邦桥幼儿园以外，即马阁传出伫个实质区有共一个连锁的幼儿园，嘛传出有甲囡仔饲药仔的即个风波。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昨甲昨日即个教育局已经进行做检验的意愿调查，即马是由专职病院，也就是土城病院，今仔日去幼儿园来采检。医学会的执行长林庆峰也讲，因会用上急件的方式送去台北荣总来做检验，上紧3天到1礼拜就会有结果。部分的铁门救来，玻璃窗也挂乌布，柜台人员敢若回复教育局统一回复。新北幼儿园饲药的案件，敢若也影响到共集团为伫实际的幼儿园，一个囡仔流验出微量的左边管制药物苯二氮平类，再去医院有家长带囡仔来上课。今天还是正常带小朋友来。用药有时候他们的处方笺里面都有含一些想要睡觉的药，医生都有告知，也不能都怪那个啦学校啦。家长讲17日统一来采检，新北市府对记者会讲，已经全面稽查，合来23间集团连锁幼儿园有10间违规，相当在依照幼儿教育甲照顾法开罚总共66万块。对17某私立幼儿园敢疑似饲药案件，侯友宜亲身来说明。15号、16号这2天，我们教育局也进行全面这个家长到园检验，不过也要经过家长的同意。6月17号，我们决定专责医院、土城医院、土城医院就是到园进行采检。对着饲药案件受理安全判断，有道理专家认为应该爱零检出。台湾临床病理检验学会理事长朱凤业是讲，检验过程若出现数字，不一定代表这个物质的存在。200来克是经过科学实证的判定数据，背景达悬低跟每一个检体特质无同有关系，零检出并不适用。在检查的时候出现的数字而言，那个数字是拿来跟200所比较的，那个不代表量，那也不代表说是代表该物质不存在，所以零检出应该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面。当然，这组比的检测我们送到台北荣总，原本一般件是1个礼拜，我们说就是尽快了哈。那也许3天是不是就能够有答案？对着有文化检验数据的，即阵已经有83人，6个检查部分，即阵总共有43个囡仔有检验，39个是阴性，4个也伫检验中。记者综合报道。好，这个新北市饲药的风波是一直烧哦，所以这个新北市政府呢是互人破邮册，警方即马已经抓到嫌犯。新北市这是表示讲吼，其实民众呢是有权利来表达因的诉求，毋过呼吁大家要爱理性。针对这个饲药的案件，卫福部的处长王必胜是证实讲，有含这个案件当中的11个家长来进行会谈，行政院会成立下部会的小组来处理这个案件。即马台北病院也宣布讲，要互新北市的幼儿园遮的囡仔会当免费来做即个巴比妥甲 BZD 的定性检测。早起9点外，一个查甫人伫安全部摕到一桶白色油菜，行到新北市府大门口破油菜了后，赶紧骑机车逃走。警方用车牌来入人，到拿口把这个4人的嫌犯抓到了后，召回分局质问。一名男子持白色油漆步行至市府大门口泼漆以后，立即骑乘浦中机逃逸。本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锁定涉案车辆及涉嫌人，课证积极侦办中，以厘清案情。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都有各种的发声管道，所以希望在发声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初步调查，这查甫人向市府破油菜是个人的因素，无政治意图，也是倾向，以违反社会法散发办。伫私立幼儿园饲药案件，卫福部讲，15有甲10万幼儿园的前名家长见面。昨天有大概11位家长，那针对一些问题，包括就是说现在在检验值上面的判断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孩子的事大家都很担心了，所以难免就是对新北市政府有一些维持了。行政院决议要由政委林万益组成跨部会小组，以药物检出所得解读的部分，应该以零检出为标准，也是依照学术标准带来判读阴性、阳性者争议。卫福部的检验调查专家学者讨论。另外，卫福部咧台北病院也宣布，即日起提供新北市幼儿园幼童免费检验巴比妥，抑有苯二氮平类定性检验，若验出阳性，会公费代送到委外机构做定量的检验，并且会自费加验其他项目。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佮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联合报交通部想要洗清过路人歹名，所以昨有个要来修法。未来只要是无让过路人拒绝警方的调查，也是讲这个车顶载物件煞绑无好势去落落去，等等6项的违规。未来是除了罚款，佮爱接受这个道安的讲释，上紧伫6月底就会开始来实施。中国时报旅客有可参加这个旅行团，旅行社拢会甲人投保，这金额呢一般来讲是200万。不过业者即马煞讲，这项规定去互保险公司改去，变作是至少爱保250万，而且这个旅行社都爱有疏失才通赔，所以已经去害着旅客的权益。自由时报为着要吓惊中国，即避免呢因用武力来侵犯台湾，所以日本和美国也有联合这个菲律宾，因做伙组一个新安保的协议架构。这个3国的官员昨伫东京开第一摆的会议，搁一摆来确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国际消息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正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黎安友，伊受到邀请来台湾来发表演说。伊讲呢，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这个战争，互习近平伊感受到，其实要拍台湾恐惊无遐尔简单。2027年进前，其实伊应该是要有大动作。原来是针对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黎安友是认为讲，美国会支持愿意甲中国沟通的人选。来维持台海和平。面对台海的情势呢，我一再的强调，我们不会升高冲突，更不会挑起争端，但我们会坚定的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海情势各界关心，总统蔡英文10日缅甸海军舰队指挥部的时阵表示，目前国际甲区域情势都变化，台湾面临的威胁嘛更较复杂，希望国军会当团结守护国家安全。美国正出名的中国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嘛伫台湾发表演讲，黎安友指出，习近平真有野心，啊毋过无认为中国会伫2027年前想要侵犯台湾。As he himself has said, you must get ready by 2027. But when he sees what's happening in Ukraine, presumably he's realizing that the challenge is even bigger than he thought. 黎安友嘛正关心2024的总统大选，伊表示，即马3党参选人拢愿意甲中国对话，美国也拢正支持。不过，伊示警，无论谁当选，北京拢会提出爱接受9·2共识，互台湾更较侪压力。I'm not saying that any of these guys should give Xi Jinping credible assurance and say, I promise not to rock the boat, because they can't. 黎安友嘛指出，美国防卫台湾会当提供军备，啊，毋过无应该谈论选举。不过，抗中立场正明的美国众议员盖拉格伊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台海冲突可能会比2027年更较早发生。美国最近为了甲中国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恐惊是反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国家秘鲁今年呢是出现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天狗热的疫情，因全国尚无有200个人来往生，这人数是顶一回2017年爆发时阵的2倍。因是认为讲，这个疫情会这么严重，其实是因为圣婴现象地区落大雨，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炭病的蚊仔变多咯。目前全国24个行政区已经有18个区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卫生人员伫厝内出外一直喷药剂，除了消毒，嘛防止蚊仔脱身。南美国家秘鲁今年爆发历史纪录上严重的天狗热，和传染的人数超过13万人。天狗热的重灾区北部城市皮乌拉，因为病院挤满囡仔人甲老大人患者，根本无法度运作，真侪病人只会当伫厝养病。Las fiebres son altísimas, el dolor de huesos horrible, ellos lloraban con el dolor de huesos. No tenía que bañarlos, estarles echándoles pañitos húmedos para poderles bajar. Y no querían ni comer nada. 外国媒体报道，到拜四为止，因为天狗热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人，是顶一届2017年爆发时阵的2倍。感染人数上济，出现学生病死，造成学校恢复原期上课。这届天狗热大爆发，专家认为甲圣婴现象造成暴雨、蚊仔脱身真经有关系。2017年当时的天狗热爆发，冇发生圣婴现象。
秘鲁的总统博鲁阿尔特已经对全国24个行政区内的18区宣布紧急紧急状态。Las lluvias, los factores climáticos, el ciclón Yaku que nos azotó en el norte del país, todo eso es el caldo de cultivo para que en varias regiones del país se incrementen los casos de dengue. Estos estamos entre la peor epidemia a nivel del país. 有2017年的天克热爆发经验，政府动用紧急预算，临时建立疫症病院，治疗增加真紧的病人。另外，政府嘛派真济医疗团队去北部感染的重灾区，增加医疗人员的分配，嘛动用军队对400多万间的客家喷药剂消毒，防止感染继续扩。公司新闻台是朋友。镜头转到转来国内，要来关心的是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罗志强，伊提出政党轮替大联盟。伊讲呢，其实啥人做总统毋是上重要的，但是伊的这句发言，煞互人认为讲伊是无要来挺侯友宜。罗志强是表示讲，伊其实是希望会当透过第三方来整合支持想要政党轮替的6成选票。伊的发言引起了风波，所以目前上新的这个消息是讲。伊昨伫面前呢，甲大家来会实咧，伊嘛讲以后袂阁再有关政党轮替大联盟的回应。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6到桃园去参加陆军官校的校友会会员大会，佮强调家己做过警大的校长，军警拢是同一家，正拍拼要争取军系亲拿选票。但是最近有民调显示讲，侯友宜的支持度排第3，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但出政党轮替大联盟，方认为讲是无支持侯友宜。大家有共同的心愿，做不好的政党就该换人做。这现阶段大家共同的想法，期待国民党去整合民众党是不可能的事情。国民党是一个有利益关系的当事者政党，就像民众党，你也不能期待民众党来整合国民党。罗志强讲，政党轮替有可能因为票柜的分线无集中，无法度实现。去整合支持政党轮替的6成选票真重要。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去心得拜拜含基站博感情，对罗志强的讲法，伊敢若简单回几句话尔。每个人为他的选情在努力啊，其实选举还有7个月的，就是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走，这样就好了。政党轮替大联盟的讲法是继续烧，外界认为讲这是弃保侯友宜，囝囝拢跳船走去。蓝营小鸡们非常焦虑，甚至不认为侯友宜是最强的母鸡。蓝营小鸡们只好随人过性命咯。最好还是有2位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党对党的层级来进行洽谈，最高的战略是什么？而身为小鸡就配合这个最高的战略。游说会嘛，共款等出拿白伫立委选战会当有合作的空间。总统立委选战拿立白拢在布局要来抢选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公布第2批性平案件的这个调查的结果，青年部前主任蔡木林甲姓陈的前党工，拢有牵涉到性骚扰甲霸凌。这个党务主管也搁再向民众来回释咧。民进党已经公布5项改革的措施，包括要来扩大保护的对象，搁加强申诉机制甲性平教育，希望讲会当建造性别友善的工作环境。不足的部分，跟大家郑重的道歉，请大家解释。搁在1日会议里，民进党公布第2届性平案的调查结果，其中姓陈的前党工牵涉到性骚扰霸凌，经过真侪证人访谈了后，内容属实，而且情形严重。当时负责的青年部前主任蔡木林牵涉到长期无适当的言语，造成当事身心严重受伤，这原来是事实。造成我们年轻的党工、年轻的伙伴、志工，对于民进党内感到失望，对于政治工作失去热情。我们应该集体检讨、自我批判，审慎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过，蔡木林进前写予中央党部一封批，讲做受害党工误解伊的善意甲言辞，佮别看讲女党工有一寡无适当的行为，希望莫冤枉嘛莫放目。对这件代志，党部表示甲事实无同，叫伊莫阁对被害人二次伤害，原来会甲蔡木林送交评委会，要求新北市党部执委会将他移送评委会
做最严厉的处分。对这代志，民进党嘛公布5项强化性骚扰防治的改革做法，包括扩大适用范围甲保护对象，强化已经有的申诉处理机制，增加外部申诉管道，追踪辅导甲预防再犯，持续加强主管甲党工的性教育。党主席赖清德毋忘建立性平优先职场。那这一次，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把这个保护的对象跟适用的范围扩大到志工。还有求职者，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变化。民进党开始检讨，毋过互人点名，甲民主大联盟合作要搁建立委的单别位，互人指控伊无适当的言语性骚扰女职工。15会室内表示无资格搁做一个民意代表候选人，马顶有无言选举，造成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不谅解，我都应该要跟你道歉。那是民进党台东县立委参选人赖坤成，嘛互人逼空。较早轻视有新的员工，伊发出3点声明背会，嘛表明会将相关资料送予党中央主动启动调查。对这代志，性平部主任李干荣也表示，调查了后会将结果交予提名对策小组做进一步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是5日节路，这桃园机场是估计讲6月21到26，这平均一天的旅客会有13万人次，所以呼吁要出国的人，就要上好是提早3点钟去到机场。机场内底4架拢是大行李准备出国的人，也有真侪人回国。根据统计，2023年桃园机场1到5月旅运量将近1204万人次，恢复到疫情进前的59%。疫后机场人潮真侪，所有民众发现乱象，亲像行李转盘疏送大边啊，明明写车伫黄线后边等待，煞一堆人徛伫黄线内底，人一济，后边的人根本是看不到家己的行李。眼睛都盯着那边看了，不会去注意看到这个。没有注意到地上有黄线。对啊，黄线是很明显，我们都站在黄线后。这里已经好很多了，比大陆，但是国外比这里更好一些。桃园机场有公布一个假期疏运期至1到26总共6天客运量将近80万人次，航机起降2985架次，平均每天旅运量会到13万人次。已经甲2019年疫情进前平均一运量是差不多。呼吁离境的旅客提早2点半钟到3点钟到机场，使用自助行李托运等智慧化服务设施，加速报道的效率。从6月21号人潮就会开始涌现。那根据我们的预报系统，那6月22号是旅运量的最高峰，到达13.6万人次。机场公司表示，每天入境人上侪时间是下晡3点到6点，加暗时8点到10点；离境人上侪时间是早起8点到10点，所以也是叫整备疏运工作。依照旅客有无人数、航班秩序动态，协调 CIQS 也就是海关、证照查验、检核甲安检进行人力甲资源调度，也增加餐饮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这5日节也就是肉粽节，食肉粽就要加注意咯。即马高雄呢，最近是发现讲急诊也阁有即个胃肠无爽快的病人，已经增加2成。有的人甚至是2天阁食3粒粽，而且阁配即个冰的汽水，因为安尼去大院。台大前出现排队人潮，高雄这间专卖菜粽的店家因为肉粽节买气上升，盐埕这间老店嘛真侪人来买。肉粽真好食，毋过过量可能造成身体负担。有病医最近收治1名53岁病患，捌因为小肠欠血坏死，做部分切除的手术。2天来食3粒肉粽，出现胃胀肚，还有吐的症头。医生发现伊的巴肚、肠啊拢凸起来，胃部嘛有真侪食物无消化。肠胃道的疾病，比如说曾经有消化性溃疡、逆流性食道炎，那消化比较不良，尤其是糖尿病病人，他吸收消化比较差的，我们就不建议他吃得太过量。3粒肉粽，互这名病患带医6天才出院，病医嘛发现，这期急诊还有消化无好的人，看病医的人数增加2成。提醒民众食肉粽毋通食伤济，嘛毋通甲冰汽水也是冰豆奶这种饮料配咧食，较袂巴肚胀胀，更加歹消化。平常吃的话，有会控制量吗？会，就是怕说他吃糯米，然后会那个胀气这样子。医生建议成人1天1粒肉粽就有够，卖当尽量甲肉粽烫好小食食，因为自米冷却了后会更加歹消化。记者王丽婷、陈hen坤共报道。彰化县的中青幸福卡这张卡片呢，是会当拄客运的车钱。自7月初1开始，嘛会使用这张卡片来坐火车。
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以中华县来讲，65岁以上的时段有22万多人，占总人口数大约18%。为着鼓励时段出外行踏，中华县按7月开始，中青幸福卡买当坐火车。那坐火车哦，还佫较方便，哎呀，都直接刷就会使啊。啊，但是坐市内的公车，像我拢伫喺溪头对无？迄就免钱啊。没有，在家里没有地方去啊，有这张卡就方便的，内面甲刷了路了，就用吸过去啊，拍拍照。中华县社会处表示，中青幸福卡唔但会当免费坐大众运输，去年开始伫合约诊所嘛会当拄50块的挂号费。咱来时段吼，会使用这张卡来坐火车啦吼。希望这张卡每个月1000块，啊，长辈也使用在行的方便，吼，看病，吼，还有我们出去走一走旅游都可以更方便吼。中青幸福卡逐个月内底有1000点的社福点数会当用。中华县社会处表示，县内符合资格人数大约有26万多人，目前申请人数大约6-7成。只要是65岁以上的时段，或者是有身心障碍手册民众，呼吁符合资格的人，拢会当去申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大拿车头边仔的这个站长的宿舍，即马是囥咧拍远，所以地方呢是希望讲会当来活化。锁的大门为外口，阁会当看到内底的装潢。伫嘉义县大拿车站边仔的站长宿舍，因为无咧使用，无维护，豆豆啊，成做一个发草生蠓虫的所在。啊，正常有人来清过，啊，清过了后，你落雨嘛是足侪草嘛会阁生起来，啊，无人管理的话，遮粪扫啊、什么虫啊，拢会生出来，都变无人管理的空间。很脏，这是上次戴领导要办活动，我们来清了10几袋的垃圾。这间伫1903年起的站长宿舍，经过92年大地震后来修复了后，大拿镇公所捌甲铁路局签10档的契约来使用甲管理。但是2021年还互铁路局了后，地方想要申请来划发，铁路局就因为建筑物无使用执照来拒绝。其实足侪人嘛有想讲要去甲租，但是铁路局伊的统一回应就是讲吼，因为这间厝无使用执照，吼无使用执照，啊你也要租会使啊，无你去啊使用执照变出来啊，吼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状况下，甲即摆拢放伫遐，拢无法度用的咧。那老旧建筑没有使用执照，以前那建筑法还没有实施以前，就有的，所以很困难。那现在就搁置在这边，就觉得比较可惜。铁路局表示，监察院有要求因的公有建筑物拢要符合使用执照的规定，才会当做出租也是划发的处理。地方创新团队是认为，这是大拿车站的门面，希望相关单位会当重视，卖互一个会当利用的空间，因为无使用废弃，每也干那会当拆除，安尼真无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是25到33度。那中部地区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外岛地区是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个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